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4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也就是对尾算倒来，解说甲第2节迄个所在。就是解说甲五听方顶经论各有殊信，即嘛就是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晓以为无经五佛心中，未有证明者。这是显觉大师来回答这位贤彻禅师的话，因为这位贤彻禅师是六祖的门下，就是讲是属于禅宗的人。甲显觉大师谈论的结果，知影讲伊所讲的话呢，真正符合着禅宗的道理。因此呢，才问伊讲，到底你是亲近倒一位师父来得法呢？显觉大师就甲伊讲啦。讲我呢是听了方顶的经论，也每一部经论当然为每一部经论的师长，所以到底是虾米人使我得到开悟？这呢，事实上我家己本身呢也袂当甲伊讲出一个所以然来。迄当时阵，这位显觉大师就搁来讲啦。讲晓以为无经五佛心中，讲不过我后来，就是讲以后就在研究为无经这个所在来五佛心中，所以叫做讲做佛的心中，就是禅宗的别名。禅宗呢，也就是属于佛的心中。为什么禅宗名叫做讲做佛的心中呢？因为禅宗就是直觉来悟佛心，直接来悟佛心，这呢就是属于禅一体。佛心是啥物？佛心就是咱自心的体性。所以在禅宗才讲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人心之性呢，就是佛性。所以在这个所在，这位显觉大师甲伊讲，伊呢是在这个为无经的所在来悟佛心中呢，也就是讲，伊是在这个为无经的这个所在来了解禅宗的道理。在宗经录内底达摩祖师就来讲，讲明佛性中了无常明之法祖，讲会当好来明了佛性之宗旨。对这个佛性之宗旨呢，无常这呢名叫做祖师啦。在这个中方禅师的语录原来讲。讲禅何物，乃悟心之明也。讲这个禅到底是什么物件？禅就是咱人的心，咱人的心就是叫做禅。讲心何物，即悟禅之体啊。讲心是什么物件？讲心就是我的禅的本体，为禅一心，异名同体。讲这个禅甲心名是无共，但是呢，却是同体，共一个体性。这呢，就是这位中方禅师所讲。所以咱伫咧修禅，就是咧修心；也修心呢，也可以讲就是咧修禅。会使来个讲法。显觉大师就讲啦，讲我呢是在为无结经来悟佛心中。但是呢，未有证明者，未有证明者意思就是讲，到目前也无啥物人来甲证明。意思就是讲，
虽然我悟是悟了，但是所悟到底是毋是对，是毋是真正确啊？到目前为止啊，也无虾米人呢来甲我印证。这个印证呢，当然是非常重要。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虽然已经开悟啦，也都还搁再五祖来甲印证。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人，咱自己若是讲有得到见地，那就是讲对佛法有所了解，咱应该呢还搁再请教比咱较高明的善知识来甲咱印证。袂使讲咱自己有所了悟，又讲我这对啦，也安尼呢就看人袂起，安尼呢就变成讲控告我办。在这个所在，测印威音王以前积德啊，威音王以后，无始自我，尽是天然为道。迄当阵显彻大师就甲伊讲啦，讲若是在威音王以前呢，会使。积德就是讲会使，但在这个威音王以后，那是无始自我啦，尽是天然外道，就变成一种的天然外道。在《法华经》的上不轻菩萨品内底有安尼讲啦，讲在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间之劫，迄当时阵有佛名叫做威音王如来。这个威音王如来，伊的剑名叫做离水，国号呢叫做大成就。这个威音王佛啦，可以讲就是九万劫老早的佛。那这个威音王以前呢，就是属于空劫啦。那么古佛呢，有一个叫做威音王，这就是老早的佛的名。在威音王以前已经是空劫，也就是讲天地未开以前，安尼叫做威音王以前。威音王以前积德的意思，就是讲在这个威音王佛以前，你无始自我，安尼呢是会使的。为什么呢？在威音王以前啊是无佛啦，所以在当中呢。也可以，不过呢，若是佛出世了后啊，你无始自我，就变成一种天然的外道所以才讲做威音王以后，若是无始自我呢，完全啊都是天然外道。为什么名叫做讲做天然外道呢？这个天然外道的意思，就是讲安尼就会使的，安尼就是佛啦。安尼呢，就是已经得到解脱。这款的主张呢，名叫做讲做天然外道。这个天然外道也可以讲就是一种的自然外道。咱假定讲在学佛修行过程中呢，咱若是只有执理而废事呢，可能呢会变成一种的天然外道。咱讲叫做执理废事啦。咱听到讲，咱众生本来有佛性，因为本来有佛性，所以就是佛。那既然都是佛，安尼就好啊，为什么都搁在修行呢？为什么都在求解脱呢？安尼呢就变成一种的天然外道。那这位显彻大师所讲的这话，这当然啦，唔是显彻大师本身意思安尼讲，这呢乃是过去的这祖师大德所讲的。就是讲，若是威音王以前那这呢就是一种的天然的外道。意思就是讲，你威音王以后拢有佛啦，所以必须呢爱亲近佛这个或者是讲祖师来甲你印证才会使。甲人讲，你若是无祖师甲你印证这袂用哩。那对这句话，咱就可以了解咯。咱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咱来认为讲，我对佛法实在是有所成就，但你袂使咧自满，袂使自足，袂使自以为是以为讲我咧对啦。咱来认为讲我咧对，可能咧生起一种的控告我慢心，认为讲我对，你可能唔对。
结果呢，毋对是你本身，毋对呢，毋是别人。所以咱家情讲，若是对佛法有所了解，或者是讲对佛法有啥物款的见地，迄个时阵啊，必须呢，就爱去请教高明的大善知识，来甲咱印证才会使。在这个所在啊，这位显彻大师也是安尼呢，来对显觉大师讲法。原人者为我正记，就是讲这位显觉大师呢，就甲伊回答安尼讲啦，讲愿望你人者呢来为我正记。为我正记的意思就是讲，我无人好甲证明，因此是呢，愿望你啊，会当好来甲证明。这个记就是讲依据，就是讲你来甲证明，我呢就有一个依据啦。我到底是对毋对，我就变成一个依据。比如讲我讲，我已经有了悟啦，但是你了悟是啥物人甲你证明呢？就经过无人甲证明过，安尼呢就是有一个我依据的了悟依据咯。则讲做愿人者为我正记。下面讲七言我言轻。早起有六祖大师四方分集，并是修法者，欲去即以改行。迄当阵，即个显彻就该回答安尼讲：我言轻，我言轻就是讲我的言啊真轻。言轻的意思呢，就是讲我所讲的话啊，人袂尊重。当然，这是伊家己自己啊自谦的话。不过在这个所在，也可以讲，像是讲我来甲你证明，但是因为我的话讲袂当，所以我甲你证明是毋是大家当肯甲你公认呢？这就无一定咯。因此呢，伊就报伊去六祖慧能大师遐，讲早起有六祖大师四方分集。并是修法者，讲我甲你报一个所在，在这个早起啊，有一位六祖大师。这位六祖大师呢，是四方分集啊，并是修法者。因为显彻大师伊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了。六祖慧能大师呢是。对五祖所修的法，五祖对四祖，四祖对三祖，三祖对二祖，安尼代代相传。若是追究到源头呢，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由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传的这个袈裟，一直传到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所在来。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可以讲就是法的正统。因此，这位显彻大师呢，就教伊讲：你最好啊，来去亲近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迄个所在啊，是四方分集，就是讲四方来亲近伊的人呢，敢若像这个魂啊，集来。就是讲四方的迄个分水，这个分水就是讲分水井，就是出家人的意思啦。像这个魂安尼集来，那本来这个魂水就是讲行魂流水，行魂流水就是讲参像迄个魂安尼伫咧行，参迄个水伫咧流，这应该就是讲飘飘然伫咧旅行，名叫做讲做魂水。那用这个魂水的意思，咱有一句伫咧讲做天帕庄林流水井。这个天帕庄林流水井，就是讲这个庄林敢像这个天帕共款，庄林就是生意咯。咱生意呢，名叫做讲做相助。这个相助，就是讲生意是永远伫咧物件。一件事啊，是袂随便搬位，也袂随便改破坏。因为一件事要起来是无简单啦，你这件事起落价值呢，当然是万年久远啦。像是讲都要歹去。嘛是过来甲修理啦，或者是讲若是所在伤下，过来甲增加。这件事呢，几百年，或者是讲
几落百年、几千年，或者是讲千几年啊，在咱中国大陆有迄款的千几年的寺院呢，非常的济。所以，这个寺院这是永远的，名叫做上主。这个流水井就是讲出家人呢，这是一种流动的。在咱过去大陆，有真正侪遮个参访的出家人，在这间丛林来参访遮个方丈和尚善知识。参访了呢，听讲啊，某所在也阁有善知识，又阁再去参访，所以呢，就这个分水了。出家人呢，流动来流动去啦。就是在大陆上过去寺院的情形是如此，所以名叫做讲做分水井。不过事实这个分水的这个出处啊，应该呢就是讲魂集在一所在，水呢集在一所在。那这个魂集在一所在，水集在一所在，甲拄则所讲，迄个像魂伫咧飞，像水伫咧流，意思阁无共咯。这个魂集在一所在，就是讲，伫天顶啊有真正侪魂呢，拢集在一伙啦。这个水集在一所在，就是讲在四方的水集来一个所在，集来一个湖。听讲在过去江西呢，有一个妈祖，就是道一禅师。也在这个湖南有一个做石头禅师。这两个呢，拢是属于六祖弟子南岳怀忠的弟子。换一句话讲，六祖慧能传予南岳怀忠，南岳怀忠下面就出一个妈祖道一，伊叫石头虚谦。当一时呢，会使咧甲伊讲，叫做二代甘露门，就是讲这两位啊是开这个甘露法门的大善知识。也在这个湖南呢。就敢若像这个魂集来，意思就是讲学者呢，像这个魂啊，集在迄个所在。在江西呢，就敢参有迄个水集来，所以名叫做讲做魂水。意思就是讲有真正侪人集在湖南石头虚谦禅师的所在来学习，也有真正侪人亲近在江西妈祖道一禅师的门下来去学习。所以像魂像水来集，名叫做这个魂水的集会啦。也在迄个江西的所在呢，就摕这个江字，在湖这个所在摕这个湖名呢叫做江湖。所以这个江湖应该就是咧指江西甲湖南，也就是咧指妈祖道一禅师。伊就甲石头虚谦禅师这两位也相法一生。但咱以后这个分水啦，或者是讲江湖啦，变成变质啦。这个江湖，咱现在是讲做走江湖的。那这个走江湖的呢，咱可能就是咧指讲有功夫的人啦，也原来是举目定所，一时计溜。名呢，叫做讲叫做走江湖。那这走江湖变成一般的世间的。伫咧有功夫、有拳头之类的人，这个分水呢，变成讲出家人，今仔日流东，明仔载流西呢，名就讲做分水。但是啦，原来意义呢，并不是如此。尤其是对于这个分水啊，我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我的看法。咱现在是出家人，是不是原来做分水呢？咱现在是出家人，若是讲做分水啊。我认为讲并无介适当，这个无介适当的理由呢有两点。第一点，咱过去大陆的出家人为什么变成分水井呢？因为过去大陆啊有真正侪遮大庄林，在大庄林内底呢有善知识，一个庄林伊的庄方可能不同，所以过去为着要来讲学道门。所以初出家修行的人，就到这个庄林来去亲近善知识来去学习，学习了后呢，有所成就啦。要搁再吸取更加搁再较济的对佛学的知识，结果呢，又搁再另外到一个丛林来去亲近一个高僧，带来去学习。
安尼呢有真正侪所在好去啊，所以呢才变成一种的流水。那过去流水是为着参学义去的，为着亲近善知识去的。当其时为着讲学道文来去参访善知识，当然是可以啦。那就是讲，现在同志呢要53参。不过咱台湾的情形无共啊，咱台湾的情形有偌济即个大庄林呢，无啥物款的大庄林。既然咱在台湾无啥物款的有规模的大庄林，所以你伫即间大，伫迄间大，搁另外迄间大，事实上是差不多啦，差无偌济。所以咱应该呢，认为讲我已经找到善知识啦，就要好好将即个心安顿落来，就无应该呢，搁再走来走去。比如讲，咱现在是在咱台湾省内有真正侪佛学院算10几间，10几间佛学院当然每一间佛学院也有标榜伊的特色毋过呢，依照我办教育经验的人呢，每一间佛学院拢差不多。那既然差不多，你走过来走过去，毋是差不多吗？是毋是当好加学一寡较特别的物件呢？事实上啦，不见得。佛学院如此，在寺院情形是如此。所以咱走过来走过去，是毋是当好得到讲学道文的即款呢目的呢？也未必然。第二就是讲，咱若是无安住在一个所在呢，变成机无定所心呢就袂定落来。心若袂定，咱要来学佛修行，欠这个定义就真无容易来求得智慧。所以咱现在是呢，无应该做一个分水井，应该就是讲，咱既然出家，认为讲倒一个所在就是善知识，那咱就在个所在来好好来安定落去。尤其是咱所以叫做叫做分水，本来意思嘛是集在一个伟大的禅师之下来去学习佛法的意义。并毋是掺粉一个杯，掺水一个流。即嘛这个所在，咱就讲甲讲四方分集，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伊的门下弟子是由东西南北四方呢掺粉安尼集过来，并是受法者。并是受法者，就是讲因来呢，拢总都是受法。都是要来求受六祖慧能大师来甲开示佛法的人，就是讲因遐的人来，并不是为着别项，乃是为着要爱六祖慧能大师来甲开示的。讲欲去即以改行，讲假如你呢，若是有迄个兴趣若有要去，我呢就甲你同齐去啦。这是这位贤寂大师所讲的。那既然贤寂大师甲鼓励咯，鼓励讲你应该来去亲近六祖慧能大师，因此呢，甲随同切来参，要事三集，真实而立。这个角就是指贤觉大师啦。东切这个切就是贤寂大师。讲因此，这个贤觉大师结果呢，就甲这个贤寂禅师呢来参，来就是讲来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所在，参就是讲参访。要事三集，这个要事三集就是讲，伊去到位迄个时阵，那看到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呢，坐在这个法座上，在法座上呢，伊就在这个法座4块连凳呢，该困3年。这个困3年就像你在困佛共款安尼，咱普通讲叫做摇佛。这个摇三集，这是印度咱世尊以来这个礼仪。平常嘛，摇三集了，到个正面就来顶咧才对咯。那现在时呢，伫咧上经啦、念佛啦、爱摇佛，这拢是表示一种敬意。那这个摇佛三集的敬意是什么意思呢？
在显首五戒经有来讲，讲三十啊，就是表示恭敬护法将三宝，灭度贪嗔痴三毒烦恼，所以就摇佛三十。摇佛三十了呢，真实而立，实就是适中，这个真就是真动啦，就是讲真动适中呢，就徛在迄个所在。本来摇佛三十应该爱向祖师顶礼，但是呢，显觉大师啊，伊来摇祖师的法座三十了呢，并不该顶礼，就将伊所提迄个适中啊，来甲伊摇，甲伊摇互出声，啊就徛伫个所在，点点徛伫遐，这名叫做讲做摇师三十，真实而立。这个适中就是在佛门中啊，出家人所用的物件。这个适中的作用真济啦，或者是去吐蕃，或者是讲去说法度众啊，拢用这个适中。所以这个适中主要呢，是为着方法利生所用的物件。也过去出家人爱去雕山礼拜，你若有这个适中呢，也会当回来保护身躯。比如讲恶兽来啦，会当将这个适中来甲伊赶。这个适中啊，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当时就留落来。尤其是教主释迦牟尼佛教伊的弟子要去信道因兜吐蕃，毋是像咱现主是讲啊，有人伫咧无，毋是安尼甲伊叫。咱是伫门的所在徛咧，也适中来甲伊摇。迄适中是下座的物件嘛，会出声啊。结果内底就知影讲啊，外面有人来咯，有出家人来咯。若要布施呢，就摕物件来去布施供养就是过去啊，咱世尊的规定这位显觉大师呢，伊到甲六祖慧能大师的所在来摇法座三十了，并不改顶礼，就将伊的适中改震动改摇出声了，就点点徛伫迄个所在。注意听声听众，咱今日时间经到，所以我教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这样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